因为唔敢看到正水的安平渔光岛，拢是阿仔的坟头甲粪扫。台南市日本人协会发起净滩活动，今年迈入第3档，号召东东产业集团及美食品、台南市律师公会、月牙湾慢跑集团等民间企业团体，总共260人参加，捡到十外地粪扫甲大型玻璃拢漂流废弃物，拢交由环保局处理。我们大家都几乎每年都持续的为这个渔光岛这个环境在保护，所以我们在此也要呼吁我们大家所有钓鱼的所有我们大家旅客来到这个岛，希望爱护它，不要乱丢垃圾，大家一起来维护这个环境，维护这个地球。市长王伟体也特别前来加油打气，伊非常感谢台南市各界热心公益，参与如此有意义的净滩活动，共同维护安平渔光岛景点的美丽风貌。希望未来持续透过公司协力，会当让台南愈来愈水，同时加深台日交流。台南新闻中怀采访报道。